安尼我请教，你来台湾学第一句台语是啥物？三个字，世界上上水的三个字，我爱你。爱你。我甲你讲台语，无你讲我爱你的，足少的。台湾人避暑。哦。台湾人迄查囡仔都袂讲我爱你。哎呀，安怎讲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迄是真嘛啦，较早，我是足我假有一个，我听过阮阿公对阮阿嬷讲，讲啊。我甲你藏的落心。哎呦！对无得你甲查囡仔讲出来，我实在是足介意。就介意。哦，我实在是足介意。你讲第一句学这我无啥会相信，因为一般学着拢迄款吼。五个字啊，还是三个字拢？最开始是讲我爱你，啊，即马已经结婚5年，即马是讲好啦，莫讲啰嗦啦。袂翁仔某做迄句，你不要紧啦，就变一家伙啊，变亲人啊，你不要紧啦。看所以翁仔某感情好啦，因为普通某若对来录影吼，某若对来拢是要领钱的啦，弄着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是啥物？是我阿嬷叫你丢狗啊，你条狗，你丢狗。我问这句我是要从我就加衰。你讲你丢高，你阿嬷讲的是真的啦，你真正丢狗。你是做啥物代志？互恁阿嬷咧讲？对啊，做啥就因为我很调皮，哦，就真的啦，就真的，做北巴嘅，就热的啦。做热的。哎，阿妈，你死囡你丢狗哟。你保护山庄去取经，保护保护山庄去取经，爱靠孙悟空啊，所以丢狗啊。丢高啦。所以阮做老师骂人不带脏话。啊，你是保护山庄去取经哦，其实是要讲安怎？你丢狗。狗唔知呢？山红去求经，听有无？保护山庄，保护山庄去取经。山东乡你知无？山庄是jungle No， 唐三藏。长山上是啥物？我知。东山东是啥？你知？我知。那是什么？唐三藏，《西游记》。 《西游记》嘛，对。 《西游记》内底有几个？东山庄。地沟梁。地沟梁，我买个好厉害嘞，地沟梁。彭佳佳，对啦，彭佳佳跟许孝顺啊。许孝，对啦，够许孝顺。都真的有呢。地沟，喂，下面。我要甲你变安，真正真好笑，对不对？你知无啦？你知无啦？东山东边的土地你知无啦？伊拄仔讲伫啥物？不像。猪八戒第嘿，第八届，第八届，第八届，哎，只狗咧，孙悟空，中台语，伊叫什么名？伊叫你，伊叫条狗，孙悟空。孙悟空。嘿，啊，佫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些较歹读，较少人咧读。我真久无看啦，这个。真久无看到伊啊，你甲伊朋友呀？没有，你这个拿回复哪四个啦？叫什么名啊？刷五精。三五精啦，五精啊，悟空五精嘛，好了解啊吼。好，东山东边有啥物人？刷毛精。孙悟空。地沟梁。第下面。第八届。会记啊嘿。